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敏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海典居3座頂層，一個實面積1955尺嘅複式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海典居為馬鞍山市中心臨海低密度屋苑，客飯廳呈 L 型設計，客廳採用大幅嘅玻璃窗，加上全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令到採光度十足。客廳坐向北，望返一片蔚藍色海景，遠望船灣淡水湖。而左手邊係翠綠嘅八仙嶺，亦望到觀音像。企喺露台亦感覺到清風送爽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客飯廳全長超過8.8米，業主喺飯廳掛上精挑細選嘅壁畫，令人仿似喺大自然之中，增添生活色彩。飯廳旁邊係廚房，採用 L 型嘅工作台，擺放到大型嘅雙層雪櫃、焗爐、洗衣機，亦都有適量嘅儲物櫃。廚房嘅旁邊亦設有儲物室，方便擺放雜物，亦都有工人姐姐套房，姐姐亦都有自己嘅私人空間。出返嚟客廳嘅位置，客廳闊度有4.2米，擺放到4人梳化，喺度招呼朋友，飲下啤酒，欣賞海景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客廳旁邊有一個浴室，設有通風窗，亦都有浴缸，方便客人使用。跟住係第一間嘅睡房，現時做咗書房，有兩邊大幅嘅玻璃窗，視野就更加開揚，亦都可以欣賞到黃昏日落嘅美景，都會令人幾陶醉㗎。客廳設有內置樓梯上2樓寢睡區，上到2樓，右手邊係主人套房，大約有17.5平方米，擺放到大型雙人床，亦都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屋苑鄰近新港城中心及新港城街市，提供購物及餐飲等生活設施。屋苑亦鄰近馬鞍山公園、馬鞍山游泳池、公共圖書館及體育館。而3.2公里長嘅海濱長廊亦附設單車徑。而主人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及浴缸。寢睡區左手邊有一間睡房，由2間睡房打通，現時超過13.3平方米。海典居亦鄰近港鐵馬鞍山站，而市中心亦設有巴士總站及的士站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跟住係浴室，採用淋浴間，地方亦都打理得乾淨企理。最後係一間套房。海典居嘅小學校網係屬於89，而中學校網係沙田區。呢間套房大約有15平方米，亦有2幅大型嘅玻璃窗。屋苑會所設有羽毛球場、戶外泳池、跳舞室、健身室、兒童遊樂室、乒乓球室及閱讀室等等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